大家好啊，我係郭思敏 Venus 啦，咁好開心啦，可以參加今次呢個面試啦。咁本身咧我自己小學咧就係學習呢個中樂啦，咁就學二胡啦、揚琴嘅。咁中學咧就轉去個西樂啦，繼續學習單簧管啦。咁參加咗呢個中樂嘅樂團啦，同埋管樂團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年嘅時間啦。咁亦都係讀過個音樂專科學校啦，讀過2年嘅進修音樂嘅。另外咧，而家10月咧就會做緊呢個海洋公園嘅哈囉喂嘅演員啦。咁對社區演出啊，都有好多經驗。咁今次會揀嚟一首歌啦，讓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啦，希望大家都鍾意啦。睜開眼睛，家徒四壁，一口嘆息，充滿壓抑，美麗遐想，滿人回應，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個旅程。不需要放，天定會光，繼續流浪，穿上武裝，帶到陽光，越來越燙，盡以燒滾已焦濕了的褲子燃起再盛放，還冇將晴空蓋掩，埋下天際伏線。隨時日會發現世界很大，還很大，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，原來不壞，還不壞，可有心跳跟你去探討整一世界，未來千姿百態，緣分尚未到，別怕定會到，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。咁最後咧就一個1分鐘嘅演戲啦，咁我就會演一個小朋友啦，咁我唔見咗屋企人啦，咁有個人咧就好心咁會俾個電話佢嘅。媽咪，你去咗邊度啊？唔見到你嘅。小朋友，你係咪唔見咗屋企人啊？係啊，你係邊個啊？哦，我係呢度嘅保安嚟嘅。我唔識你㗎喎。你可唔可以俾個電話我搵返我屋企人咯？嗱，俾個電話你啦。多謝。